相传，以国当朝丞相千金，名叫苏冉冉。他出生之时身带剧毒，后得高人相救，大难不死。苏冉冉在丞相大人和母亲初阳公主的呵护下长大。爹爹输了，咱俩，哎呀，爹爹又输了。苏家人丁兴旺，苏冉冉更有9个堪称人中之龙的哥哥。我劝你还是识相吧。长子苏毅，招还是不招？人称笑面虎。次子苏绰，当代华佗，悬壶济世。三子苏泽，剑术天下无双，生性淡泊，与世无争。四子苏嘉，身形矫健，力大无穷，精通各派拳术，独创一门，成为一代拳师。五子苏南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能文善武，京城大家闺秀无不爱慕。六子苏圭，御膳房主管，做尽天下美食，皇帝赞不绝口。七子苏简，女工出神入化，皇亲国戚纷纷慕名而来。八子苏芮，书法大家，绘画技艺亦无人能及。多少人花重金，只为收藏他的真迹。幺子苏颂，满腹经纶，博览群书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年纪轻轻，已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。举国上下慕名而来拜师学习的人，络绎不绝。另外，在苏冉冉身边，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绝世佳人——苏冉冉的表姐梁天，人称女诸葛。她精通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真是才貌双全，举世无双。而苏府众人的平静生活，甚至整个江湖，都即将因为苏冉冉心血来潮的逃婚而被搅得波澜四起，鸡飞狗跳。师姐啊，你可千万要拖住我的3个哥哥呀！拜托啦，走，小豪。唉，兰花呀兰花，当初你的花种还是二师兄送给我的呢。转眼都过去3年了，等你开了花，我就到山上去找二师兄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不好了！你爹派你哥哥们接你回家成亲了。什么？成亲？小师妹，九师兄身在京城，甚是想念你。听我爹说，丞相大人与秦将军已经在圣前为你和秦二公子定下婚约，闹得京城是沸沸扬扬。不日，你的诸位哥哥即动身前往太乙山接你回家成亲。妹
妹妹，你不要再跑了！妹妹，不要跑了！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别跑了！别跑了！你们别追了！妹妹，别跑了，小心啊！妹妹，哎，别跑了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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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能跑呢？哎呀！妹妹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哎，是你，我妹妹呢？哎呀，非礼啦！快来人呐！九师兄，多亏了你的通风报信，才让我有时间和师姐谋划我的逃婚大计。竟敢在我太乙派公然挑衅我们掌门千金！哎，真是罪过呀！我杜瑶兵虽然模样生得标致，可是人家生性淡薄，与世无争，偏偏有你们这种登徒子上门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师姐，你说吧，让师弟们怎么收拾他们？哎呀，来劲了是吧？请杜姑娘恕罪，在下见妹妹心切，一时疏忽，冒犯了姑娘，还望杜姑娘多多见谅。你别碰我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，三哥，快跑啊！妹妹，哎，妹妹，妹妹，苏冉冉，你这个猪！让开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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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。也不知道二师兄现在在干什么呢。哥哥，哥哥。二师兄，都给我让开！哎呀，急死人了！杜姑娘，你究竟把我妹妹藏到哪儿去了？啊，我还说好不容易安静一会儿，以为你们知难而退走人了呢，还在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我妹妹给交出来，我们就不走。好啊，既然苏家几位公子想在我太乙山多待几日，那我也不能怠慢了各位。你们几个去，把中午喂牲口剩下的干粮拿来，给几位公子当晚膳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杜姑娘不必客气，我们3人今天冒昧打扰，已然过意不去，我们这就准备下山回家。告辞。慢走不送。哎呀，我这算了，是师姐，大事不好了！啊，小师妹不见了！什么？哎呀，你给我小声点儿！我不是让你去后山小屋接冉冉吗？我去了，那屋里没人，周围我也找了。师姐啊，你说这小师妹该不会又迷路了吧？哎呀，这个笨蛋，让他下山又转又转又转，又给我迷路。哎呀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找啊！去啊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比他们先找到妹妹的。二师兄，自从上次你把我从一仙谷接回来，已经3年了，你不下山，也不让冉冉上山。冉冉好想你哦。好了，小毛，带我回后山茅屋找师姐他们去吧。走。琳琅，你一步逃走，可真是省了我不少事儿。用护法还是那么厉害，可是我是奉代公主之命来太乙山寻找月亮花种，青天姐姐那么信任我，我可不能辜负她对我的期望。日轩，你这么阻挠我执行青天姐姐的命令，她会伤心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听叶青天的话？青天姐姐代替公主掌管月灵宫，整日忙碌。可这些都比不过你对她的忽视。她这么爱你，可你却只爱那个月影。月影这个名字，是你能叫的吗？我们应该往哪边走来着？小毛，你说说。哎，我记得师姐好像说过会经过竹林来着。还好我想起来了。走喽，小毛。哎，苏冉冉这个猪又迷路，叫他在山下等，山下等。哎，小二，你也来找冉冉？这个笨蛋一向不认路。月灵宫有人闯入。什么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天黑之前找不到小师妹，你们就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哼！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怎么办啊？看来情况有变，快走！小毛，我们应该是往前面走，还是往下面走啊？应该是往下面走。走，小毛。小毛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这头蠢驴，今天怎么比二师兄的踏尘跑得还快啊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在意过叶青天，这次却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命令，你以为我看不透你吗？你以为叶青天看不透你吗？
月亮花种由太乙派绝情剑萧沐尘所守护，凭你拿得到吗？或者，你的本意根本就不是月亮花种。你默默地守在睡在树林里的姑娘身边，青年姐姐要是知道了，得有多伤心啊！住手！日轩哥哥，你的月影中了我的魔音，可不认得你了哟。二师兄，等一下，琳琅交给我，你来照顾他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这里危险，带他回京。
小师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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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冉冉，小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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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冉冉这个猪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师姐，你说这都找了1夜了，小师妹她能去哪儿啊？哎，师姐，小师妹莫非不是迷路，而是她……让你说，还说！我看你这个嘴啊，除了吃饭也没什么用。来，师姐帮你撕了它。喂，二师兄来了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冉冉被哥哥送回家了。什么？哎，萧儿，你可害死冉冉了！刚从虎口出来，就被你送进狼窝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？啊！住手！住手！月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了，妹妹？你做噩梦了？可怕的梦。没事，啊，有哥哥们在呢。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妹妹，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记得我在竹林里遇到了2个奇怪的人，他们互相大打出手。啊？那你受伤没有啊？好像没有。除了这些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他们2个，一个自称是左护法琳琅，另一个自称右护法日轩。为什么？我说你们1个2个是要死吗？妹妹都被吓成这样了，还问？妹妹，想不起来呢，咱们就不想了啊。他在哪儿？已经回京城了。我昏睡了多久？2天2夜。你的毒已经解了。3年了，月亮花种已经快成熟了，你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9瓣灵芝的下落。这3年，你把它照顾得很好，接下来就该由我来保护它了。你会害了它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你走吧。在月亮花种成熟之前，我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，不会让它受半点伤害。3年没见了。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们岳灵公入侵太乙山，你会放任小师妹的安危于不顾吗？没想到你这么了解我。3年了，我还以为你放弃了。我的命都是他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。你知道，他要成亲了。
对方是将军之子。我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说过了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会放弃，她也绝对不会嫁给别人。太好了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？你们注定会在一起，什么金针入脑，什么失忆，统统解决了就行了。来，赶紧去找他吧。告辞。撤！妹妹，来吃一口，啊？不吃。那你想吃什么？跟哥说，哥带你去。没有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还在怪哥哥们把你从太乙山接回来呀？魔教入侵太乙山，现在那里很不安全，我们不可能把你留在那儿啊。魔教的人来了，有二师兄和师姐保护啊。就是你二师兄，让我把你带回来的。妹妹，你多久没回家了？3年了。从小你身子就弱，当年爹爹和娘亲把你送到太乙山去疗养，可逢年过节你还是会回家的。但自从3年前爹娘从太乙山回来之后，就禁止我们再入山了。这3年你就不想哥哥们吗？想，可是我不想成亲。我们也不想让你成亲，可是这么久没见你了，你哥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家是一定要回的。现如今魔教为祸四方，太乙山很不安全，只有回家，天天看到你，我们才能放心。成亲的事儿，咱们从长计议，啊？对，从长计议啊！妹妹，吃一个吧。哎，娘亲。娘亲？娘亲因为太过思念你，积郁成疾，病倒了。娘亲怎么会病了？七哥，你快带我回家，我要去看娘亲。好妹妹，娘的病有咱二哥在，不用担心啊。只要你肯回家，娘的病肯定就好了。嗯，那我们快回家。嗯，好。走。好，走。夫人，你先说。那我先说。哎，今天老秦来，又是来催婚的。那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自盛前结亲之日开始，他就3天2头的往这儿跑，冉冉这，冉冉那的。冉冉回来没？冉冉吃什么？他还跟我说，他们就秦朗这么一个儿子，冉冉嫁过去要把他当女儿疼。我呸！这还说以后再也不用听我炫耀女儿了。哼！这个老家伙，气死我了！老秦在大殿之上帮你解了那么大的围，要不是他，冉冉就会被皇兄派到边疆去和亲。那还不是那个周丞相给我下的套啊！冉冉是皇兄的亲外甥女，他肯定不愿意冉冉嫁那么远。关于边疆问题，主战派的周丞相和主和派的你斗了那么久，皇兄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啊。要是让冉冉嫁那么远，我就咬死那个周伯承。所以老秦也算是在危难时刻救了冉冉，说咱们2家早就缔结了婚约，皇兄这才找着台阶顺水推舟。而且听闻他家2公子秦朗家教甚好，懂事有担当有礼貌，应该是个不错的孩子。你是以为我就愿意这么让冉冉随便嫁了吗？冉冉从出生就身中剧毒，咱们是多么艰难才捡回了她一条命，后来再次发作，被迫送到太乙山医仙谷去。
3年前又发生那些事情，因为素女的一句话，让我3年见不着女儿。哎呀，这冉冉的毒也是一言难尽嘛，是吧？当时让她留在太乙山，也是为了她的安危着想。哎，老吴已经捎回信来了，不出3日，他们就要回到京城了。现在岳灵教入侵太乙山，这是他们回来的最好时机。江湖纷争，当年的我是受够了。现在如果让冉冉遭受同样的痛苦，我真的是比死了还难受。哎呦，好了啊，都过去了。都没过去。现在时局动荡，我只想让冉冉嫁人生子，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。我都这么久没见冉冉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多跟她待一会儿吗？当初我父皇不也不愿意让我嫁人吗？可你还不是把我保护得很好。或许秦家2公子应该是个不错的女婿人选。哼，跟我比，他可差远了。已经10几年没有岳灵宫的人入侵我太乙山了，为何突然间？当年无赦师傅作画之前，曾给我太乙山幻化了一层结界。这么多年，结界一直保护着我们。可如今，我会保护太乙山的周全。对了，月亮花种怎么样了？还有6个月圆之夜。启禀代公主，左护法琳琅信鸽来报，说左护法前往太乙山，被绝情剑萧沐尘所伤，盗取月亮花种失败。左护法现在人呢？信中并未交代。这个琳琅，就根本没有把我叶青天放在眼里。启禀代公主，左护法在信中还提到一件事，快讲。右护法日轩也在太乙山。继续说。右护法在太乙山被一个叫月影的姑娘所伤，目前下落不明。下去吧。是。日轩，你果然还是去找他了。哇，七哥，你快看那个布料，多好看呀！你来看看吧。哎，来看簪子。三哥，你看那个簪子，肯定适合表姐。哎，来看一下啊。哎，刚通过的包子啊，客官来几个吧。五哥，啊，我好饿。停下车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一会儿在这集合。停下。好。走，陪我到那边看看。花线啊，各色花线，来看一下，看一看吧。哎，这是昨天刚进货，来了吧？哎，看一下了啊，多结实，怎么样？看看。哎，姑娘，看看吧，看看。哎，这是男的戴的啊。哎，您试试这个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姑娘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呢？啊，在下没事。
哎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哎，姑娘买吗？嗯。妹妹，给你。妹妹，妹妹。啊，抱歉。五哥。刚回京你就乱跑，不听话。走了。嗯。小师妹，二师兄，二师兄你在哪儿啊？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是我呀，我是冉冉。怎么了，妹妹？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梦到什么了？不记得了。哎呀，想不起来，咱们就不想了啊！撤！我们到京城了。好久没有回来了。都3年没见到他了。是3年没见。等他吧。走。站住！倒回去，倒回去，倒回去！一会儿冉冉回来了，第一个叫的一定是我。我说什么吧？冉冉，爹爹来了！冉冉，冉冉啊！哎，女儿担心生病的娘亲，我先回去看她了。娘亲，小姐，娘亲，姐儿，你娘生病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待会儿再说，忙着呢。哎，你慢点儿！七公子，妹妹，阿爹，阿爹，等会儿再说，等会儿再说啊。不是，哎，泽儿，你别跑啊你！三公子，哎，泽儿，你表妹她不在这儿，她在花园呢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冉冉，老爷，爹爹你慢点，找你来了！娘，四哥，快来，快带我去娘那屋。去那儿干嘛？哎呀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走！冉，你等等我！哎呀，冉，哎，爹，冉，哎，爹来了！哎，今天冉冉他们也该回来了吧？回表小姐，刚才老爷已经带着公子们去门外接小姐了，是吗？冉冉8岁就去了太乙山，体内的毒一直未解，时好时坏。3年前又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他体内的毒一日不解，他的性命安危就得不到保障。我也是惶惶不能终日啊。那素女师傅不是答应了我们，会给冉冉解毒的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自责。当初执意要生下她，是不是害了她？哦，不哭了哦。冉冉是咱们的宝贝女儿，她一定会
幸幸福福、平平安安的嫁人生子，活得比咱们还长寿。哦，不哭不哭不哭哦。你说这么多年，我们俩苦苦守着这个秘密，连儿子们都不知道。你说冉冉的事情要是传了出去，就连皇兄都会惊动的。初阳，天大的事都由我顶着，我绝对不会让冉冉出半点差错。一直以来难为你了，不过既然这个秘密10几年都守住了，冉冉回来了，咱们就更不能让她露馅儿了。啊！恭迎少主归来。回来了。嗯。冉冉他们呢？他们在娘的房间，我过来接你。出去几日，累吗？不累。给。这是妹妹特意给你挑的。啊，谢谢表哥。我说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老七，你要是个女人，我或许还可以考虑对你温柔一点，浪漫一点。走吧。简儿，简儿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冉冉呢？杨亲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行了，四哥，这儿没你什么事了，去找妹妹去吧。啊，杨亲，走，里面说。进去吧。臭小子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娘亲，先进屋，听我慢慢跟你解释。走，走啦。娘，来来来，来，先坐下再说啊。快坐。简儿啊，趁娘亲现在心情不错，快跟娘亲解释清楚怎么回事。哎呦，娘亲，怎么我走没几日，您的皮肤变得大不如前了啊？你看看，鱼尾纹都出来了。快把镜子给我拿过来。哼，有我在，还要什么镜子？看我不把您打扮得美美的。来，您先躺下。娘亲，我跟您说啊，这几日我在外面学了一种新的妆容，我看姑娘们都这么画。别动啊！哎，妹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妹妹，摔着妹妹。登这台阶儿，台阶，妹妹，慢点，妹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们，冉冉，妹妹，妹妹，冉冉，别跑了，妹妹，我的乖乖，我的宝贝儿。好了。好点了没？非常好。哎，娘亲，您不知道，妹妹现在越长大越没个姑娘样了，整天就大呼小叫的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可没办法管。不过娘亲，您可得一定给她做个好榜样
吃不上你了，冉冉，冉冉，快过来！娘亲多久没有看到你了？娘，您别动，别动！啊，娘亲，都是冉冉不懂事，这么久都没有回来看你。娘亲怎么回事？回来就好。娘亲这……娘亲，您快躺下啊！娘亲，我跟苏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给你把把脉。哎呀，臭阳，臭阳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哪不舒服呀？这可真是奇怪，娘亲的脉象平稳，毫无异常啊。脸色这么差，这样。对啊。初儿，快，跟你娘好好快！爹爹，我跟苏女师傅学了很多医术，我也会的。我家冉冉真乖，这一路你舟车劳顿辛苦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这儿让你二哥看就行了啊！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到底谁病了？娘亲，只要你的病一天不好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娘亲，都怪冉冉不好，这么久没回家，害得你病重。以后你说什么冉冉都听，你让我嫁人我就嫁人，只要你的病能好起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乖，娘亲。蟑螂！怎么会有蟑螂？初阳，你怎么了？我把你弄掉！蟑螂呢？在哪儿啊？赶紧找！撤！说，谁出的馊主意？爹娘，主意是我出的，跟三哥七弟没有关系。不，娘，我是哥哥，是我出的主意。哎呀，娘，其实是我出的主意。老实说。娘亲，你别生气了。冉冉在太乙山不听话，哥哥们是为了我好才这么说的，不是哥哥的错，是冉冉的错。哎呦，妹妹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懂事啊？来，亲一个。娘亲，既然您没病了，我能不能不嫁？冉冉，娘亲养育你这18年来，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，还让你受了那么多苦，所以这些年娘就希望你能嫁个好人家，也可以弥补你这些年受的苦啊。娘亲，秦家二公子为人忠厚，一表人才，相信他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。可是娘亲，我想多陪陪爹爹，娘亲不想那么快嫁。冉冉，你要听话，这门亲事是皇上下的懿旨，怎敢违抗？你如果不答应这门婚事，就要嫁到边疆，你选哪一个？我哪个都不选，我就选娘亲、爹爹、哥哥们还有表姐。好了，我的乖女儿，事已至此，恐怕也别无他法。娘亲，娘亲。别装了，我是你亲娘，你肚子里有什么小九九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娘，你昨天好凶哦。3年了，你走了3年，娘亲都想死你了。那我一回家，你就让我成亲。冉冉，你长大了。
冉冉长得再大，也是娘亲的乖女儿啊。娘亲，我能不能不要成亲呀？娘都说了你长大了，长大的女子哪有不成亲的道理？怎么不可以？素女师傅不就没有成亲吗？素女师傅不是世俗中人，咱不能跟她比。素女师傅不是，那我也可以不是啊。胡闹！少主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日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抬去苏府，我要上门提亲。禀告少主，苏府千金苏冉冉，听闻已经许给了护国将军的二公子了呀。我知道。表哥，你们从太乙山回来的路上，冉冉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什么样的不对劲儿？身体上的。妹妹一向身子弱，这几年一直在太乙山调养，看起来好多了。冉冉，你跟娘说，你身上的残毒还有没有复发？回答我。最近都没有。娘，您别担心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她会找到解毒的办法的。素女师傅原来给你的那些还魂丹还剩几颗？还有，最后一颗。冉冉，你这叫娘怎么不担心呢？哎呀，娘，要不你再把我送回一仙谷呗？这样一来，一我不用嫁人，二有素女师傅在，我的毒完全没有问题啊。你身上的毒都是为娘的错。18年前，逝水红颜为了寻找下一副新皮囊，将我抓走，想带去月灵洞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怀了你快9个月了。为了救我，你爹联合朝廷和武林中人，捉拿于他。找，继续找，散开，走，快，好，快，快，走，这边。初阳，你说，你要是死了，那些人会怎么样？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女人，你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时候未到，是谁跟你说时候未到的？不是，你来了。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是为了救他？是你吗，无赦？是我。我就知道。无赦仙人，怎么样？毒气已深入骨髓，回天乏力。无赦仙人，看在你和初阳相识一场的份上，
求求你一定救救他呀！对不起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快去找个产婆过来吧，兴许能保住腹中胎儿。坚持一下，阿公主，坚持一下！哎呀，用点力，使劲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生出来了。啊！你看看这孩子怎么了？怎么这样啊？娘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恩恩怨怨啊？你跟逝水红颜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抓你？他又为什么要杀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？冉冉，爹爹，逝水红颜是前朝的后裔，对本朝一直怀有大恨。抓你娘亲，一是为了报仇，二也是为了保持年轻貌美的容貌，寻找新的身体容器。当年逝水红颜被无赦仙人打成重伤，逃走了，18年来一直没有出现过，想必也是躲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休养生息。我们也过了18年平静的日子。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死在他手里的人，尸骨都可以堆成一座山，鲜血都可以流成一片海。无论是谁，只要见过他一次，这一生都活在他的噩梦里。冉冉，你答应我，这一生都不要踏足江湖，这样才不会遇到他，才不会跟他扯上关系，这样就会更安全。娘，我为什么会遇到他？我又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呢？对对对，是娘想多了，你不会，你不会。只要你安安全全的嫁人生子，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娘，就算遇到逝水红颜，我才不怕他呢。你不怕，我怕。冉冉，当年你一出生，无赦仙人便为你和你娘做了诊断，发现你娘身上的毒全都转移到了你的身上。你刚一出生，全身紫青，身上皱巴巴的，就像个将死的老人。大夫们都说你活不过10岁，于是我便在你8岁那年，把你送到了江湖第一大门派太乙派。经过了这些事以后，娘希望你能远离江湖是非，嫁给一个官宦子弟，过着安逸的官宦夫人的生活。秦家二公子秦朗就是这样的一个合适人选。可是娘，好了，别说了，下去吧。这个孩子我必须带走。为什么？这孩子身上的毒是逝水红颜传承的一部分，倘若他能安然长大成人，必定会像当初的逝水红颜一样，魔心骤起，危害无力。把他交给我。不，你要干什么，无赦？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，我就算不惜一切代价，也一定让你后悔。初阳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那是以前，我为了我可怜的女儿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当年要不是我苦苦哀求无赦，要不是他念在我们相识一场，说不定就把冉冉给抢走了，也说不定冉冉现在已经……冉冉跟逝水红颜传承的关系，还有谁知道？除了冉冉的师父、素女谷主、无赦，还有我们以外，应该就没有别人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不要再让别人知道就好。
都过去了，没事了。